们澎湖县跟台南市市民的福利跟权益一起来努力。在市长黄伟泰的见证下，台南市议会17号在1楼的大厅正式加入澎湖县议会签署友好的交流协定。台南市议会议长柯丽丽上午以着主人家的身份，欢迎澎湖县议会议长甲着这位议员的莅临。议长表示，会促成友好的交流，主要在今年的经验考察，发现澎湖近年来在教育甲着观光的发展。未来除了两会甲着民众的交流，澎湖县议会嘛希望在医疗的后上增加为民的服务。我们澎湖长期以来医疗资源比较不够，我们的很多服务案件都是需要高雄或者是台南的医院来支援哦。我相信可能未来两地的所有的为民服务上面，可能最多的应该是医疗上面的资源需要帮忙哦。那我们也是希望两会的情谊越来越久，越来越长久，也是我上任以来第一节的姐妹议会服务案件的交流。因为澎湖它有时候可能需要我们本岛这边的资源啊，所以我们的议员们可以当作我们澎湖县议会每一位议员最好的后勤伙伴啊。看到两会互相签署友好的协定，市长黄伟泰除了表示肯定，嘛勉励市府的官员好好学习，希望透过两会合作，未来可再加强民众甲民众的交流。尤其来台南的澎湖人，大概占岛内第2大。希望双方会透过岛面上的交流，深化两县市的情谊。台南新闻联跟杨顺怀采访报道。